父親將房屋贈送俾未成年嘅子女之後，將可以攞翻嚟咧。喺現實嘅生活中，父母將房產贈俾未成年嘅子女嘅情況並不少見。但係隨之而來嘅問題係，一旦贈與完成咗，父母將可以以各種理由要翻呢個房屋咧？呢個問題喺法律嘅層面係有着明確嘅答案嘅。以下將記下具體嘅案例進行分析。我哋先睇下呢個案件。李四以佢嘅老婆離婚之後，就取得佢嘅女小嬌嘅撫養權。2019年12月，李四將名下嘅一套房產贈俾4歲嘅小嬌，並辦咗不動產嘅登記手續。但係咧，2年之後咧，喺2021年嘅11月，李四又以小嬌嘅監護人嘅身份，通過贈與嘅方式，將呢個房產變更到自己嘅名下。小嬌嘅母親就認為啦，李四嘅呢個行為嚴重侵犯咗女兒嘅合法權益，之後就以小嬌嘅名義將李四起訴到法院，請求判令呢個贈與合同無效。法院就查明咗呢2次房產過嘅相關情況。2019年嘅贈與行為，李四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通過簽訂贈與合同嘅方式，將呢個房產贈俾女兒，並完成咗產權轉移登記。法律並未排除未成年人純獲利益嘅行為，而且呢個贈與行為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嘅強制性規定，亦冇違背公序良俗，應為合法有效。小嬌應為呢個房產嘅產權人。但係對於2021年嘅贈與行為咧，法院就認為啦，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嘅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嘅原則，履行監護職責。監護人除咗維護被監護人嘅利益之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嘅財產。2021年簽訂嘅贈與合同時，小嬌先至得6歲。仍然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嘅人，呢個贈與合同嘅內容顯然已經超出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理解嘅範疇，與其智力認知能力不相適應。即係小嬌並不具有作出無償贈與房產意思表示嘅相應嘅民事行為能力。李四嘅行為嚴重損害咗小嬌嘅財產權益，以最有利於被監護人原則規定並不相符，違反咗法律、行政法規嘅強制性規定，違背咗公序良俗。因此，法院最終認定呢個贈與合同係無效嘅。李四因呢個行為取得嘅財產應予以返還，判決支持咗小嬌嘅訴請。李四就唔服一審判決上訴，2審法院維持原判。呢個案件有咩啟示呢？贈送未成年人財產係冇法律障礙嘅。但係你要將未成年人財產再贈與或者轉讓出去，咁嘢就係有法律限制啦。根據民法典及相關嘅法律規定，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嘅原則履行監護職責，除咗維護被監護人嘅利益之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嘅財產。